我们现在来看加在动词后面的这个 particle，这个 particle 时态助词，particle 助词。那这个助词它跟时间状态有关系。这代表这个动作，它在某一段时间，某一段时间，它的状态是持续的状态 （continuation）。我们看一下这个例子，他看着窗户外面的风景。他看着窗户外面的风景。有一个人，他做了一个动作行为，看。我在说话的这个时间点，他呢做看这个动作。那我要表达，在我说话之前，他就已经看窗户外面的风景了。他从这个时间点，在我说话之前就已经做了这样子的行为，这样子的动作。那他这个动作会持续到我说话的这个时间点之后，它会持续这一段时间。如果我要表达这样子的概念，这样子的 concept 的时候，我就会在这个动词后面加这个 particle，看着，看着，表示这个行为、这个动作它的持续的状态。在我说话之前，他就已经做了这个动作。那这个动作会持续到我说话之后的某一个时间点。我们再看这个例子，他看着窗户外面，想着他的女朋友。他看着窗户外面，想着他的女朋友。在这里，他有两个行为动作状态。第一个是看着窗户外面，第二个是想着他的女朋友。他在我说话的这个时候，他已经看窗外，已经想他的女朋友。那他看窗外，想他的女朋友，在我说话以后，他还会继续看，继续想。从我说话之前就做了看窗户外面，想他女朋友。这两个行为，这两个动作呢，会持续到我说完话以后才会停，表示
时间的持续 continuation 这样子的概念，我们就在动词后面加着，看着窗户外面，想着他的女朋友。我们看这个例子，他在门口等着你，你快去找他吧。他在门口等着你，你快去找他吧。在这边，我说话的时候，他已经在门口等你了。那他等，会到我说完话之后，你到门口那个时候才会结束。那我要表示这一段持续等的这个状态，这个状况，我就在等的后面加着这个 particle， 等着你，你快去找他吧，不要让他等太久了。我们再看这个句子，很多人在那里唱着歌，跳着舞，大家都很开心。很多人在那里唱着歌，跳着舞，大家都很开心。在我说话的这个时候，他们已经在那里唱歌了，已经在那里跳舞了。那他们唱歌、跳舞这样子的行为动作状态，会持续到我说话以后。那我要表达这些行为、这些动作持续一段时间，从我说话之前，持续到我说完话之后，还会再做一阵子的这样子的概念，这样子的 concept，我们就加着来表达这个概念。那这个着，它直接加在动词的后面，记得这个着直接加在动词后面，它要跟动词连在一起，所以会是唱着歌，跳着舞，这加在这里，这直接放在动词的后面，唱着歌，跳着舞。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